大家好啊！醒醒通街拍，今日係8月8號啊，時間係3:52啊。身處位置咧就係荃灣荃景圍啊。出面呢條斜路咧就係荃景圍嚟㗎，呢邊咧就係荃景花園呢頭。呢條斜路一路落去咧就係愉景新城啊。我哋今日行一行呢個荃灣中心啊，對面咧就係荃灣中心二期商場啊，一路落去都係㗎啦。呢邊咧就係荃灣中心第1期啊，咁我哋行一行呢頭啊。呢邊入去就有間健身中心㗎，對面啊。入邊係停車場嚟嘅，出面馬路咧就係荃景圍啊，呢條斜路啊，呢度有條天橋咧就駁過去第2期嘅荃灣中心。呢度就有間聖安娜餅店啊，呢頭就係荃灣中心啦。呢度啲樓咧都屬於中國城市為名嘅，廣州樓啊、桂林樓啊、杭州樓啊、蘇州樓啊、南京樓啊之類。對面一粒都係嗰啲地產公司啊。上面嗰啲就係綠綠地色啊，嗰啲就係荃威花園啊。呢邊呢頭都係主打嗰啲地產代理㗎啦。我哋轉入嚟呢邊行一行，呢度係荃灣中心2期啊。行一行個外圍先，呢個第1期商場有間琴行啊，天運琴行啊。呢度就有間道啊，日本料理啊。呢度係叫重慶樓啊。有間協興中西藥房。有啲補習班啊，咁啊，有啲夾公仔機啊。呢間叫響腩啊，食牛腩粉嘅。有間裝修公司，濟新中西藥行。呢度叫上海樓啊。有間街坊食堂。有啲燒汁羊架飯啊，55蚊啊。呢度就有間吉鋪。呢度就有間嗰啲士多啊，食品市場啊。廣昌食品市場啊，即係啲大間啲嘅士多啊。
有啲做水電維修嘅，創興電業啊，有啲髮廊啊、沙朗啊、新海廊啊，呢度就有啲乾洗，英姿傑乾洗公司洗衣鋪。呢度又係一間洗衣店，快捷專業洗衣店，有間福利來粉麵茶餐廳。呢度有間好運啊食堂啊，呢度有條天橋啊，過去二期㗎，有陣時行啊。有間嘉瑞園護理啊，老人院啊，護老院啊。呢間叫江湖花甲粉啊，射花甲粉嘅，網民封選啊，49蚊啊，每日限量供應啊。呢邊就有間 OK 便利店。呢度都有間士多㗎，有間樂雅小廚啊。好，入去行一行。入邊有啲吉鋪啊咁咯，有啲議員辦事處啊，前面有啲髮廊啊，前面冇嘢㗎啦。其實呢度啊，外邊嗰啲鋪頭嚟㗎，即係呢度就係另一邊啦。呢度有間髮廊，都係嗰啲70、80年代風格嗰啲嚟㗎啦。好靜喺度，係啊，好似冇乜人咁嘅。有啲單剪，呢度有間教會，
過翻嚟呢邊有條天橋過二期㗎，呢度望一望翻過去，荃灣中心呢度，荃灣中心一期。咁我哋由呢條天橋行過去第二期啊！呢條天橋啊，可以望到下面㗎，就係荃景圍啊！呢條斜路啊，呢度就係第二期啊！行過嚟第二期呢邊呢，就有間海船點心小廚啊！呢度就有間71便利店，有間趣味批。買啲披薩薄餅啊！有間榮華百購啊，生活雜貨。呢度有間紅糖冰室。大家樂入去荃灣中心商場第二期，門口就有啲物業代理啊！呢啲荃灣中心啊，374尺係380萬。呢啲係350萬，大概呢啲價錢啦。有啲夾公仔機啊，地產，有間當當小食，呢間文具精品店就得咗啦。有啲水電。呢度就水電裝修到，呢啲啊，全部好多裝修公司嘅，又係裝修工程啊，夾雜啲小食啦，泰美。食泰國嘢啊！有啲髮廊啊，有啲集運王啊，主題點啊，呢啲髮廊啊，寵物美容。有間順美美食，哇，好細間，一個廚房咁嘅，都好細嘅呢啲商場仔。
下面就仲有一層嘅。下面呢層就有間有樂食品啊，賣啲生果啊。呢間有啲做工程嘅，應該係執咗啦，睇個樣。有間麥當勞，另外啲旺旺鮮肉啊，賣鮮肉啊、蔬果啊。呢間就惠康，跟住有間日本城，租約期滿，瘋狂勁減，最後今月即係8月啦。咁啊，出返嚟呢度有個休憩嘅地方㗎，全景圍啊出邊，對面有個綠色嘅 van 仔站㗎。咁啊，視頻拍到呢度為止啊！鍾意呢段片嘅朋友，麻煩幫手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多謝。